很会整理房间，所有的东西都排得整整齐齐的。你买油2个生日，乜物件？几生年嘅阿爸，大做主老生年不用独立啊。讲起出去一下，就冇做。无其他嘅钱呢？今晚年就冇通知，我嘛嘅唔干，因为哎呦唔负责任、冇担当嘅男人啊，实在。无晓诶。爱弟，我爱讲伊听错有原因，系啊弟啊，我爱听一下总得。唔系啊，还是想讲威士咖啡嘛。定系遐诶。阿妹喂，事情太跳咧，连好食嘅点心也无叫哦。哎，总成讲掠今年乖乖哦，做嘛？直接倦怠。烟烈红啊，张下去今年将有4.5%，听听。我咩弟？工作时间长，压力大，当年要面对双薪的家属，我做到久，哪有按怪啊？跟你用做的都是狗年莫照。青岛即刻去听味吧，啊无，我去食鸡吧。那用个条路，讲起会生气，系咪太难呢？每一个家属嘅状况就无相用，唔讲爱吃到自家，伊像机器人用，全就冇想过会换条路。有啊，不过啊，我喜欢家属看到我这种安定的模式。我爱知道这家是动重要的，唔系影响我程度这家嘅出名朴素吗？迄程度咧，唔就伫做嘛爱路丢拉菲咧。然后天天吃这种条把东西你行，嘛个出名嘅朴素，所以你唱你就冇按讲了。秦岭，秦岭，秦岭，亲人，亲人，亲人。廿千人全部在高雄，但唱记忆撒在台北。廿千人全部在高雄，但唱记忆撒在台北。廿千人全部在高雄，但唱记忆撒在台北。他的亲人全都住高雄，只有他一个人住台北。他的亲人全都住高雄，只有他一个人住台北。他的亲人全都住高雄，只有他一个人住台北。统敌，统敌，统敌。通知，通知，通知。乡公所上礼拜寄通知本案，讲天公日爱开会。乡公所上礼拜寄通知本案，讲天公日爱开会。乡公所上礼拜寄通知本案，讲天公日